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更有咱台湾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也毋过这是地方政府支持的。高雄市员张本阳伫议会质询的时就提出讲，望中央会当来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的人数，嘛市长陈其迈嘛签名支持。市长嘛表示讲，不管是啥物语言，中央应该爱用国家的力量，提供同款的尊重甲保护。 作为100万台语使用人口的城市，我们的高雄市长是不是能够支持陈宇在中央有一个台语的专责委员会？提出特别作为人事司爱市长陈其迈针对成立台语发展委员会来表示意见。高雄市议员张本阳20质询提出，高雄这阵有全国头一间台语实验小学，不过所有经费拢是地方教育局家己出的。那甲旧中央单位支持的客语原住民实验学校比起来，那经费有差别，嘛有恶延续的风险。张本阳认为，中央必须爱成立台语专职单位来带头推动。台语是安那愈来愈少人咧用，因为伊无迄个使用环境，啥无迄个使用环境，因为伊无伫工课顶悬去用使用嘛，所以咱的台语必须爱有一个专责单位伫中央的时阵，伊会创造台语的就业人口，伊会创造台语的相关的研究，伊会创造台语相关的媒体遮的环境，咱才有法度来继续，互即个语言伫台湾去用保存。 针对议员的质询，市长陈其迈是先甲人事司收起来会后才正式签名。陈其迈表示，有人讲母语点厝学就好，这是唔对的。若无语言，就无法度传承文化。每一种语言拢爱受到公平的对待甲尊重。伊支持中央爱具专职单位来推动台语文的发展。所以你支不支持中央应该要有专责单位，市长？ 这个，我们当然希望说中央也能够以国家的这个力量，能够不管在对于各式的这个我们的国家的语言给予同样的尊重跟保护。发展语言唔是单单是学校的代志，这嘛包括讲咱传播媒体啊、数位科技、公共服务，甚至是家庭教育所以咱这个委员会级数都要有够，才通整合跨部会的资源，互台语政策通符合咱国家语言发展法的精神，才有这种长期10档、20档的思考。那要求市长爱表态，张本阳强调，高雄有超过100万的台语人口，要参选高雄市长的人，拢爱提出台语的推动政策，向中央争取成立台语委员会。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